有影说大家平安，平安。就说时啊，大家对环境就无共的适应吼，所以到底咱的人生要行世界的道路，还是要行耶稣基督对咱祝福的道路？这是值得咱来思考，咱三个做个祈祷。所以，天上天父，阮伫你面头前很感谢，因为阮虽然伫即个世间，就是阮称做阮伫基督保护耶早内面，基督耶稣的样相，伊安怎行即个世间的道路，嘛诚做阮的快乐，嘛诚做阮的榜样。阮感谢主，无论阮的兄弟，有个人即马因为台湾对疫情的控制有改变，迄个方法改变的时阵，阮的方向就有当时无共款，有个人就会倒去，总是伫飞机顶的部分的安全也好，阮先说人真力，总是若无主上帝的应允，嘛袂成，所以帮助阮即兄弟伫即个过程内面，无论你拄着啥物款的状况，阮真说有主耶稣基督的保守，阮平安，平安还是互相，咱亲像今仔第一首诗所讲的，免甲疼画出来，彼此的关心，互人看出来，阮就是你的学生。主啊，求你帮助阮今仔日要对约翰福音的内容来临解，帮助圣经每一卷册会当成做阮的样式，因为你讲你是生命的样式，阮临解就袂阁枵，袂阁嘴大。帮助阮兄弟有安尼信心，袂来的兄弟，我嘛求上帝保守，因一路平安安全来到阮的人间。求你互阮每一个人的心会当拍开阮的目睭，会当听透你的话。安尼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前礼拜牧师用腓门书较25章尔。我毋知影咱对圣经敢有一罐读所以咧讲勇气的时阵，实际上咱去想着讲阿尼西姆即个奴才，保罗甲引出了伊信主了以后，伊就摕即张批，要去菲利门遐，实际上一路行嘛是无把握嘛所以若是去到遐照因罗马时代迄个方式来去处理的时阵，主人对逃走的罗波来讲起来是掌握生杀大权，所以伊愿意安尼提中尾去，实际上嘛是有甲主耶稣的关系有清楚，所以迄个生命的勇气当然前礼拜牧师咧讲着讲菲利门的部分所以咱人生迄个勇气是我靠家己，还是我靠耶稣基督今仔咱要用约翰福音总共是21章。伊打开始就是那亲像创世纪源起头，上帝是倒甲上帝同在，所以约翰福音实际上要重新写一个创世纪。咱去看创世纪第1章内面7天的创造，上尾伊讲啥？上帝讲成了，对无？一切拢完成了。perfect 对无？7天若迄7天有迄个对称性的部分，迄叫做打开始渊面混沌足乱的，但是甲迄个次序上帝临在的时阵，迄个智慧有听序，有顺序迄个顺序佫是所有的 order， 所有的顺序拢是足好的，但是迄是犹太教的开始，所以约翰福音要写的是基督信仰到底是啥款？所以到20章的时阵，小讲伊会甲耶稣顶日是顶上尾迄句叫啥 ？finish， 成了。所以你去看约翰福音的整体是徛伫犹太教，伊是咧期待讲咱得是上帝，可能咧望讲咱亲像有大笔王安尼，有一个好的王的时阵上帝可能会临在。所以尾伊有想要起圣殿，总是因囝所罗门，他真正献殿，献殿但是犹太人的信仰，伊是一直在望讲弥赛亚来，所以因对犹太人的信仰无承认耶稣是救世主，敢若一个好老师所以伊拢足强调，迄一日叫做上帝报仇的日子，
所以因对信仰的体会是 once for all， 就讲到末日的时阵完成上帝临在大审判。但是耶稣基督来，实际上咱若看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大家拢熟悉，叫做说神爱世人，对无？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咱，但是咱有当时无去看17节，17节讲着讲人子来，无要审判世间，要互人得到性命。所以意思讲，你若愿意掠耶稣基督做主的时阵，放杀家己。陪家己的时间，就入来伫耶稣宝贵家早内面，迄个伫信仰内面，迄粒魂所有的动词吼，你信都爱 ongoing， 就是讲现代进行式吼，现代进行式，所以你要继续信。所以其他来讲就讲，克人无法度爱克上帝，在神才能，在人不能。所以基督的信仰无共款的时阵，约翰福音开始。21章的内容，对第1章到12章，咱来去看12章的尾仔，伊甲13章实际上完全有一个分别。13章开始的第1节叫做讲判过节以前，发生的代志。所以头前会使讲是有7个神迹，但是7个神迹对人咧分类的时候，讲第1章到第12章是。叫做个 book of sign， 是记号一切，就咱亲像咱迄个交通的标志。所以刚开始是水变酒、水变酒的即个婚姻的部分。迄个婚姻若是徛伫犹太的背景要看的时阵，最清楚的就是耶和华甲以色列百姓结婚的即个概念。所以，当迄个过程，实际上咱知影讲，第一个神迹内面有10款不共款的人，包括管家，包括罗卜、耶稣的妈妈、耶稣的门徒，参加婚姻的人，迄个新娘、新郎，知影遐个部分。实际上伫迄个过程有6个放水的迄个水缸，放水的水缸伫迄个时代来讲起来，咱若较有钱的人，人要来因兜的时阵，拢有罗卜甲伊洗骹。若是较无钱，大家家己洗，迄阵是安尼的情形。所以第一个神迹，伫迄个神迹完成的过程，圣经写出趣味，伊讲门徒信耶稣。伫迄个11个角色内面，耶稣的妈妈本来就信啦嘛，伊信耶稣，所以伊甲讲即摆有拄即个问题啊。伫即个婚礼的部分，足无简单的2姓要3做一家的时阵，你管家若酒无好势，大家要欢喜就无法度欢喜咧，所以耶稣讲，迄个即阵时毋是我的时，总是因妈妈讲了，伊就无讲啥耶稣嘛是，随往时，都无着时，总是还是去做即个神迹。所以第一个神迹的部分，实际上咧讲着讲是安怎？迄个罗卜，伊因嘛足清楚，迄水嘛是因放入去，摇出来，摕去互管家，变做足好的酒，你较有可能？所以若是应该是遮内面的角色，应该是遮罗卜应该第一个信主嘛结果毋是呢，结果伫迄个过程敢若讲门徒信伊啊。但是咱拢清楚，门徒到尾仔耶稣顶是世界顶时啊，拢嘛走了所以这个信是一部分慢慢来进展。所以伊咧讲着讲不过 sign 的意思讲，这个神迹到底你引带咱安怎去看？所以整个21章内面有7个我是 7 I am 我是生命的粮食，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者，我是果子，我是道路、真理、活命，我是葡萄树。所以伊是甲出来日记，当摩西到上帝遐，然后头前遐，伊讲这是圣地，对魂，对迄个经济内面有写出来，有绘画出来。摩西讲我要提出10条戒律，要甲遮以色列百姓咧讲，到底你是啥？伊就讲 I am who I am。这是旧约的上帝迄阵的形容，但是伫
约翰福音伊就用7个无共款的日常生活看会到的部分，迄个门。所以若要真正要得到永远的福气，爱经过耶稣这个门。伫约翰福音内面有足侪位咧讲着讲，你爱耶稣就是圣殿，耶稣就是这条路，耶稣就是生命的粮食。在讲着这7个部分，所以这个7个部分一直到第14章、15章的部分。所以咱头先讲是第1章到12章，伊用7个无共款的新约，尤其第2章后壁。讲着讲，耶稣伫耶路撒冷的时阵，佫行真侪神迹。经文写呢，总是有真侪人信耶稣。下面的经文叫做讲，耶稣无相信，因相信的。因为耶稣知影每一人的心思意念，所以伫第一个神迹，是安要叫做 Book of Signs， 就是讲每一个发生的神迹，是真上要引出咱愈来愈近我上帝透过耶稣，要互咱引出来道路。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1章到尾啊，拉萨各外的这个部分，迄内面有每一个神迹，拿因的寡妇的囡仔死啊，要出殡啊，嘛佫活起来这个过程实际上拢毋是咧讲神迹。咧讲着讲，爱挖靠，真正是顺探耶稣的道路，所以这是第1章到12章。今仔日开始的部分，叫做讲三回叫做 Book of Glory， 三回叫做荣耀。对咱来讲起来，到底咱信耶稣，这个荣耀是啥货？定日是价。伫当时定日是价的耶稣是啥？是叛国罪。那即摆有某一个人讲伊是叛国，咱敢真正要甲地，可能无遐简单。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完全对这个世间大家掠罗马皇帝做主，掠宗教系统，迄阵宗教系统大祭司做主，总是耶稣来讲起来，规个价值观拢无共款，伊颠覆了当初所有的世界，一切的价值。一切的做法拢完全改变，所以今仔的经文，若是对13章的第1节，看过节以后，耶稣知影家己要离开世界到白迄个所在，迄个时间到，啥伊无要找献殿节、大了节，伊是安怎要找看过节？咱拢知影看过节，伫以色列百姓伫埃及的时阵，伫遐受着人，因为约瑟去的时阵，伊阵拢带好食好咧。但是经过几百年了后，埃及的王法老王已经毋捌啦，毋捌遮的人，就开始甲因做奴才，变做土工来起迄个金字塔，还是皇帝的陵墓。所以伊感觉讲来到遮住到有够可怜。伫遐嗨惨，求救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派摩西来。咱拢知影讲，迄个10个灾，每一个灾，当开始是迄个手杖变做蛇的安尼部分，也是有迄个溪拢变做灰，迄拢是咧对抗当时埃及的正神明，因拢信的无共款的偶像，所以一个灾一个灾一直灾安尼经过。迄个在人过的过程，有当时法老会感觉讲，好人互因走啊。但是有当时佫想着讲，我遮拢免钱的，遐侪人咧替我做工，若叫人走去，安尼就无彩。所以伊伫遐起落落。但是圣经有会颁布无共款，伊会讲着讲是魔鬼互法老硬心。所以当咱若是看无共款的册，伊有咧讲着魔鬼，咱今仔即内面魔鬼互犹大，伊出卖。耶稣的这个部分，但是有诶，比如马可内面，就会去强调讲，伊要应验旧约内面来讲。所以咱咧想就是讲，圣经内面一直咧强调一项叫做讲，咱人是照上帝的形象甲样式所创造的。所以若是安尼时，伊的本质是好，伊的本质毋是歹。总是在那时头耶稣咧讲迄个亚正的譬如。意思讲，有当时听着道理咱可能
可能徛伫路边，啊，鸟就甲食去啊，所以迄个人浮吼。伊是讲，互世间影响，所以咱读生活拢无要紧啦，生活拢好啦，无讲食点心啊，日子过得真好过安尼的感觉，这是一款。另外一款是讲，迄个土浅，所以因无法度较深，所以若日头晒落，伊就规个孤打落去。所以讲是咧讲着世间的。第三个部分叫做讲，虽讲有成长，但是迄个支持，就是世间的遮个价值观啊，拢甲影响落。另外一项就是，伊会当照囡仔呢，照愿起头，就是照上帝样受甲形象维持迄个部分。所以啥啦？耶稣咧讲着讲，上帝国内面拢是亲像囡仔相款的即个人，听出来所以潘过节一直到第10个节，实际上是充满血腥，对无？用羊羔的血艾草放伫你的门口，所以击杀的天使潘过，无去杀即间厝林内面的精细的头生的，佫是大囝，所以规个城实际上迄代就是规个靠，但是透过迄个较会当互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当然，出埃及内面有真侪的经历，所以就咱亲像头前那个季节，历史季节对出红海遮的部分，出红海嘛是一个足大的季节，安尼伫旷野内面，当然嘛有背逆的代志，嘛有个反悔，开始照约柜安尼，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安尼，上帝讲行就行，有当时个海参讲，阮拢逐日拢食安尼，有够可能无食饱，所以伫迄个过程就咱亲像，约翰咧写安尼一部分，即个心情，佮引出一寡人对耶稣的道路有较清楚的了解，所以安尼这是第一个部分，也讲迄个方向，要甲咱世界价值观渡去，耶稣当领是啥货，慢慢行到第二步啥货叫做荣耀，咱拢清楚耶稣毋是徛白马入，毋是迄个军事的君王入城的，伊徛牛，代表和平。第13章第一个部分，你讲着，所以咱清楚讲，看过这以后，就是有一个新的创造开始啊。伊咧讲着耶稣来，甲头前的犹太教是无共款，是取代，是完全新的信仰的角度，开始伊就讲伊一向听世间属于家己的人。咱若去想着福音书内面讲有一个少年的，无共款的册有讲即个少年是官，有诶马可有讲伊是官，伊来见耶稣讲善良善的老师，我要安怎做，他会当得到永远我。所以耶稣现甲讲啥？现甲讲，除了上帝以外，无良善。意思是讲，你甲我当做上帝。伊讲良善的律比，良善的老师。所以耶稣甲问讲，后壁10条诫的后壁6个，毋通偷窃，毋通奸淫，毋通犯啥的，爱孝敬父母。后壁迄6条，伊头前3条有讲。另外，迄个安息日嘛有讲，因为咱清楚耶稣是啥？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伊袂伫遐讲遐个部分。因为若开始进入基督内面，保护继续耶早的即个信仰，叫做军队耶稣的信仰的时阵，实际上时间，咱清楚保罗先生讲啥？基督是头，咱是肢体，所以咱的心思意念拢是基督的引带。所以是安咱爱读圣经，咱爱研食圣经，但圣经中的清楚，咱较袂活伫世间的价值观。咱有当时照世间的价值观来行，有当时照圣经的部分，较无差。耶稣对咱的祝福，伊第2句讲，伊用听世间属于伊家己的人，佮听伊到底，但是我讲头前迄有钱的少年的迄个，伊讲我对细汉迄6条我拢遵守，所以耶稣甲我讲，你敢若还佫有1条还袂做，
就是你甲你的财产拢卖掉去进济送向人来分缀我，安尼天顶的白的丰富。实际上，咱要清楚吼，上帝国迄个道成肉体哦，是伫地面上，所以上帝对你的丰富的赏赐，你敢相信？圣经对旧约就一直讲着讲，连一日所罗门的花，伊拢会当甲伊装塔水，青椒啊，伊拢会养饲。所以你到底是感觉讲你是好的管家，还是你感觉讲我是1/10，还是2/10来奉的？所以这个部分是望咱的信仰慢慢的部分。所以耶稣伫第20节就讲着安尼。过来晚餐的时阵，魔鬼已经甲出卖耶稣的意思放伫西门的囝犹大的心里。所以遮咧讲的时阵，犹大本身是好的。是魔鬼甲放这个歹的心理，他甲因带歹，所以这对这个信仰的了解，就是讲人是照上帝形象甲样式，所创造的，但是是因为魔鬼无论这是蛇，还是邪恶，还是黑暗的关系，甲陷的，所以透过耶稣保护的耶早，洗清气，就开始互伊。属伫耶稣的这部分本质出现，所以耶稣开始在教导主人甲奴仆的关系，迄个领袖的关系，应该诚做洗脚的这个。好，我今仔日透早安尼点外起来，我实在是足感动的意思是讲，我一个学弟伫台湾牧会，伊就甲我有放伫群组的一寡耶稣要替啥物人洗脚，替美国总统2个总统洗脚，替囡仔洗脚，替即个疫情的护士洗脚，医护人员，替警察洗脚，替伫坐监的洗脚，替迄个啉酒的伫遐可能受到酒来捆绑的遮的人，还是无法度的遮的人来甲洗脚，嘛为着伫乌克兰遐的妈妈抱着囡仔来洗脚。我感觉讲，这嘛是我本身伫关西教会牧会的经历，因为有个人知影我毋是汉人啦，我毋是客人，我对细汉就台南长大，伫教会一直服侍，无论伫圣经学院做幼教系主任也好，还是制作台语圣诗专辑也好，我讲一个部分叫讲主啊，我伫遮请你用我，所以伫即个过程内面，我对台南的信义会过来去台北的济南教会，迄是对1971年就开始伫济南教会，所以嘛伫迄个过程，渐渐嘛认班牧师娘，阮嘛是洪秀强牧师，甲阮洗礼，甲阮证婚的迄个部分，总是伫即个行道的部分，我认真食头路，认真礼拜的服侍，拜六礼拜的服侍。圣经内面我有足侪感觉了疑，是看教会内面有一寡问题，我感觉这是正常，是安那，是安那产生的无？所以有的朋友知影讲，我去读神学院，实际上我要对圣经甲这个信仰，拄甲会当较清楚明白。因为我摆真像马太福音来讲着讲村妇住到时讲我毋捌字呢，我较无安尼。我伫遮的家长律师牧师嘛，甲我讲着讲。若有时吼，咱去到上帝遐吼，耶稣拢伫遐，即声我行来遮，拄着咱姊妹长老，诚好拄着咱遮的好友，赞，诚好，咱拢三个伫即内面，拄着摩西来，摩西来的时阵，华丽啊，你伫教会做长老，信主偌久啊，30年感谢主，我毋知影创世纪对你有啥物影响。他约你来所以遐的度假来的时阵，请教你若看到一个讲我比地无早来，还是讲我袂记你安尼，这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我一直行来行去拢是教会人，伊对信仰拢有一寡见证，对即款册对伊影响是啥货，伊就讲会出来。所以比勒顿迄个佛比勒顿牧师，迄阵我要去读神学院的时阵，伊就甲我讲即个咧，伊就讲着讲，
你莫引出会友讲某一日去到遐时阵，即款册我毋知呢，我毋捌听过呢。所以我伫关西教会时阵，头前3年半就一罐一罐册，鼓舞大家爱倒去听，倒去读，上好是伫倒伫读，安尼平常你受到圣经的话语甲价值观，就无共款啊。当迄个 situation 出来时，圣经的话圣神就会引出互你无共款诶。大开始拢是对即个 special miracle， 特殊的经历，但是慢慢即个代志愈来愈济，愈来愈济的时候，你就当亲像囡仔，拢无操烦爸母互伊扫的，伊就伫迄个婴仔内面，迄个原文叫做婴仔，所以上帝讲拢亲像婴仔即个款式，所以对即个不过 glory 开始呢，开始咧讲着讲对洗骹。咱想着咱对咱的囝儿洗骹天经地义啊，婴仔时阵咱拢会做嘛对咱的是大人，检测有的人会做，有的人就请外佣来做。所以我毋知咱家己的洗骹的经历是啥款。我伫关西教会时阵有迄个福气，拄好关西高中阮有团契。有团契时阵毕业生的时阵，阮就有一日。阮做潘过节的迄个礼拜，照潘过节的礼仪所以食迄个无孝饼，然后吃羊排艾草迄天的照犹太教的形式，迄个礼拜就3点半钟连食安尼过来，尾仔来洗骹。我感觉一个洗骹的时阵，你跪伫伊的面头前，伊甲你无啥物关系嘛？因内面可能袂少嘛，无一定是信主的人，但是你感谢上帝讲，互我有即个学习，照圣经来讲，咱真正跪落去，家洗骹。若是咱知影耶稣迄个时阵，实际上伊是外衫脱起来，因为当当时拢是一领布，内面来裤领，下要伊开的，所以迄个意思代表啥？代表伫爱殿门内面。规个赤身裸体拢无啥物问题，拢无感觉这是羞耻的部分。所以耶稣用安尼来洗骹，总是咱现看经文就清楚门徒对无？特别彼得是代表门徒足侪圣经内面讲彼得是上无拄是彼得。咱有当时讲着圣经内面讲着彼得三界无认主，你想看卖？耶稣受你受电的时候，其他门徒走去对啊？走了了呀！所以彼得至少讲，我要入去讲，我的老师伫遐受着啥货？人问伊，我若讲着讲，我是甲伊共党转着掠去啊咧，所以我想讲好啦，我毋捌伊啦，安尼三界的时阵，较上是讲耶稣甲讲安尼，叫人甲伊了，伊真正有三界无认主，伊偌艰苦的，所以伫即个过程，彼得就讲你袂使搞洗骹。因为照世间的价值观，你总经你来做今仔失败的辛劳，洗骹你敢有要安尼做？是讲你即摆请的外劳，你来做安尼，你敢要安尼做？但是耶稣咧讲着讲，恁若是彼此是兄弟姊妹，恁爱彼此洗骹，因为我做恁的老师。这咱开始尔，不过 glory 咱开始，你若继续着去看到尾啊，伊为着咱来建立是建立，搁要叫咱照安尼方式来行，你敢有要安尼行？还是你感觉你的信仰是自私的？是感觉我这直就好？上帝对人类的心意毋是安尼，无是安尼，大家要来教会，来教会就是正做一个耶稣的肢体。咱对咱的社区、对咱的村里来见证，因为咱有上帝的光伫的，所以咱会当把上帝的祝福透过咱，毋是咱家己，毋是咱熬，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伊是咱的主，伊所有代志拢是伊引出，所以彼得咧讲着讲你绝对袂当洗我的骹啦，耶稣讲我若无洗你，你就甲我安那？无关系，无关系。所以咱咧受洗礼的时阵，你敢有想着，无论是滴水典礼，还是灌水典礼，
还是 immersion， 规个拢伫水底啊。哦，我是前礼拜参加迄个伊朗的，因有6个行洗礼，因毋是礼拜安尼做伙，伊另外创一个专门洗礼部，所以礼拜6的时阵，伊嘛是做的哦，因领课开这个钱，因感觉讲另外，或者每一个人拢邀请伊的朋友来，所以这嘛是一个报道，这嘛是一个见证。遮个有6个富人人，上年纪上大的是80几岁，其他嘛真侪拢是少年的，有一个查甫的，这个查甫的过去是drug 遐部分，因每一个人拢准备足好的见证，我伫遐的体会就是讲，因伫伊斯兰教内面实际上是被迫害，是足严重的。咱可能较无安尼，所以咱的信用可能无像因信主就无像因遐清楚。迄个牧师咧讲着讲，当洗礼有3款，一个是滴水的，一个是灌水的。所以当迄个坐轮椅的迄个妇人人，迄个老妈妈伫遮的时阵，迄是规箍的水，对遮淋落去的。迄个淋落来，迄个感觉无亲像咱用点水礼，当然其他6个拢是伫 immersion， 规个水池啊落去甲起来，无论是点水礼也好，咱来清楚迄个过程，耶稣伫伊的样相，伊的榜样是替咱洗脚，替咱洗脚，你改变咱对世间的迄个价值观。但是咱嘛知影讲，伊爱我们爱到底，伊疼咱疼到底。意思是讲，伫即个过程，可能咱有当时还是照世间的习惯，但是伊的灵命甲恩典，甲伊的保护者继续隐传。所以这是13章的第一个部分。所以主彼得佫讲安尼要洗就我全身愈洗啊。所以伊嘛两边拢无清楚，听意思。头开始讲我摆互你洗，尾仔讲你无规个甲我洗，所以迄个洗脚的重点是。甲世间讲领袖是啥货？领袖应该是做奴仆的领袖，仆人领导的这部分。所以伫即个经文了以后，耶稣甲洗脚洗了，衫穿好势坐落，伊讲着讲，我为恁所做，恁当明白，恁当明白。所以这嘛是问咱每一个啊，咱当明白，即个耶稣的榜样，咱敢有真正要安尼做？还是咱知影就好啊，咱知影就好。今仔圣诗的第1条，每一节拢着讲着讲，若是有阮遮的兄弟时，咱要安怎做？所以咱就是可能甲遮时光嘛，咱去研一下，因为遮资料实际上网站顶悬拢有，拢会当去看。咱嘛会使甲迄个圣经逐个讲啥？因为即个信仰是咱直接甲基督的关系。做牧师嘛，无法度替你上天堂，也是讲替你把这个信仰完成，对无？每一个人拢是决志伫上帝、甲耶稣、甲正人的面头前，所以第20讲着讲，疼属伫伊的人，伊是疼到底，伊疼到底。但是咱敢会变做迄个有钱的少年人？到时耶稣是足意爱伊的，但是就无法度。尾仔讲有钱人。可能要信主，那亲像骆驼要入真险遐困难，所以耶稣听，耶稣呼召，咱敢有要继续回应？约翰福音足清楚，第13章就开始一步一步讲着讲，诚做上帝形象甲样相的人，要诚做新创造内面的新的人类，迄个价值观。迄个互动的模式是啥款？所以从洗脚开始，一步一步一步引传，到伊行到世界顶，真正对于迄阵的温度来讲咧，大家拢嘛惊惊。剩尾3个妇女嘛是讲要甲交伊的尸体尔，拢感觉讲已经死啊，无使伊头前讲三界意思表示啥？足济大，讲我会受掠，我会顶死，我会3天以后过我。咱比当时的温度可能较好淡薄，因为咱有遮济册，圣经的册讲互咱听，
咱有真侪生活上兄弟姊妹彼此的见证，来清楚讲有耶稣伫的迄个福气无共款。迄个拄着状况，有个人惊到要死，总是基督徒靠耶稣的时阵，无共款，啊是彼此团结无共款，安尼。所以即内面讲着讲，哦，你在叫我为着恁所做去做。约翰福音是一个真趣味的册，伊大概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迄拢是歌啦，我一直旧年咧学硕士的另外一个宣教学硕士的学位的过程，我知影讲，迄有的是2拍，有的是3拍，有的4拍，迄个拢是会当念所以伫约翰福音内面咧，我实实在在甲你讲的遐个部分，实际上拢是吟诗，迄要互大家甲耶稣的话会当记伫心内，所以写下即个印象，望咱会当好好思考，免伫咱的日常生活会当做出安尼，因为即个意思，就是看到有需要的人，咱就愿意。我相信咱的教会内面，咱的兄弟嘛，真侪人默默地做即个部分，所以咱当三甲互相鼓励，咱先头头诗歌内面讲着讲，彼此鼓舞，若有蕊志的时阵，咱嘛来彼此来为伊代祷，为伊来关心，好，咱三甲做来祈祷。主上帝，你伫即个世间留遮侪记录，遮侪记录的内容，帮助阮对啥物叫做应用，啥物叫做管理，这是甲世间完全无共款的价值观、甲方法论。帮助阮的兄弟，逐礼拜、逐日拢伫你的锻炼内面。我望每一个人真正是伫你的锻炼内面。因为阮望大家伫迄一日的时阵，咱彼此拢会欢喜，哇，真好，咱拢来到上水上好的所在。伫咧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